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关注维吾尔危机。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尼吉·黑利关注维吾尔局势和集中营。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周一在国防部长年度会议上提出了维吾尔问题。他表示，这是当今世界对平民的最大规模的拘禁行为。人权观察：维吾尔儿童被集中收养。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二发布一则报告，指控中国当局在新疆将100万穆斯林人关押在再教育营里的同时，也开始将他们的未成年子女从亲属手中强迫带走，并将他们安置在国营孤儿院的做法。近来，许多欧美国家及人权组织纷纷指责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打压政策。中国打击清真食品。中国在东突厥斯坦进行大规模打击反清真化行动。最近有消息称，当局发布了一则通知，如果有清真思想或坚持使用清真产品的人，必须向警察自首。自首的人根据对此表现出的态度，给予减轻处理或给予豁免。美国众议院关注卡舒吉杀害案。数名美国国会议员强烈要求里雅得对卡舒吉失踪案给个交代。美国众议院财经服务委员会主席汉斯林强调，如果里雅得证实涉及卡舒吉的事件，华盛顿应该认真评估双方的关系。美国众议院马塞诸塞州代表吉姆·麦格文表示，他向会议提交了法律草案，要求暂停对沙特阿拉伯的所有武器销售和援助。如果该草案通过，沙特在也门的行动将被中断。克什米尔地区爆发警民冲突。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存在领土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爆发警民冲突。印度克什米尔举行地方议会选举，有反政府民众同警方爆发冲突。由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自这个月8日以来，共举行了4轮地方议会选举。有分离主义领袖和武装反叛组织呼吁抵制选举，他们形容选举是印度军方占领的非法活动。在首府斯利那加和格林的甘德保尔镇前往投票的选民不到4%。